拜見大王。芈月，你这是往哪裡去？王后允許臣妾住在會院，臣妾這是回房去。住得那麼遠，方便嗎？臣妾自小喜歡清靜，若離永巷太近，會覺得不自在。這次寡人見你，似乎拘束了很多。第一次見面時的那個小野丫頭，上哪裡去了？臣妾長大了，再也不能像從前那樣年幼無知了。這與寡人上次見你，似乎沒隔多久啊。有時候人長大，只是一瞬間的事情。你既然是王後的陪嫁，并已入寝宮，衣着何苦這樣簡樸？那日獻舞少司命，你的穿着可謂光彩照人。大王該知，士為知己者死，女為悅己者容。皇公子雖不幸故去，但秦國還有許多好男兒。世上悅己容易，可知己難。說的也有道理。大王請。大王對芈月有興趣？不是你想的那種興趣，老東西。哎，別再往正殿裡搬了，店裡都已經放不下了。那放哪裡啊？這些都是什麼東西？拿去當劈柴燒都沒人要。大王的旨意，凡是先王後遺留下來的物品，都要由魏夫人和魏少使小心保管。哎，你不必跟他說了，他也是听差辦事。去吧，放到偏殿的庫房裡。是，都搬到庫房裡去。姐姐，我那兒也一樣，送了一大堆没用的廢物，都堵在門口，連人都快進不去了。姐姐，他們真是欺人太甚了。是我們自己小覷了对手，作繭自負。姐姐，那眼下咱们該怎麼辦呀？我讓你叫的各宮嬪妃呢？我都叫了，他們一會兒就過來。哎呀，這都什麼呀？你們看，你們看看，那幾個處女真是太無禮了。姐妹們，我們可不能就這麼忍氣吞聲的過去了。真是的，哎，我倒也罷了，誰叫我過去主持後宮呢？新王后不拿我立威，拿誰立威呀？倒是各位姐妹們，好心與王后親近，卻平白叫人羞辱了一場。可不是嘛，還不僅僅是王後，就連一個沒名沒分的應女，竟然都騎在我們頭上，簡直是無法無天。別的不說，我對各位姐妹可從來都是一視同仁的。這兩日大家都看到了，往後這後宮之中，只怕處女當道，我們姐妹連站的地方都沒有了。夫人說的有理，怎麼能任他們這樣欺辱我們？要讓他知道，誰才是後宮之主。就是。唐姐姐，魏妹妹，樊少使，你們怎麼不說話呀？我能說什麼？她是王後，後宮只能她說了算。咱們認命吧。憑什麼認命？不認命又怎麼樣？樊少使，你說該如何？夫人說了這麼久，我還是沒有明白夫人為何生氣。近日也不知是怎麼了，身子乏得很，覺好像總有睡不夠似的。各位姐姐笑話了。此刻我只想順順當當的把這孩子給生下來，以後也好有個依靠。至於
這件事怎麼辦呢？夫人說如何，那就如何吧。范少使真是娇貴的出奇呀，肚子裡有喜，这是好事。人怎么却因此变得糊涂了呢？啊，魏夫人不怪罪就好了。其實方才各位姐妹言重了，王后初來宮中，就算有什麼不到的地方，我們也應當多提點着，才不負大王對我等姐妹的期望。哼，提點，明明是我們吃了虧，難道還要幫他？幫他也是幫自己，至於幫不幫，如何幫，還要看姐妹們各自的心思。哼，那照魏良人你的意思是要我們忍了？日後在這宮中，那我們豈不是要任人宰割了嗎？剛才國美人和唐夫人也提到後宮誰做主，依我看，後宮是大王的後宮，自然只有大王做主。魏妹妹的意思是，姐姐想想，我說的話到底對還是不對？魏妹妹的话言之有理。来，给各位姐妹上茶。是。大监，这是我的一點心意。老奴無功受祿，實在是不敢當。大監客氣了，您是大王身邊的老人，照應大王多年，當然有功。那老奴就不客氣了。我請您來，一是因為我從楚國帶來了上好的茶葉，請您品一品；二是心中有些疑問，還望大監指點迷津。王後但說無妨。宮中都說唐夫人是服侍大王最久的，先王后在世也就罷了，先王后不在了，她既有兒子，位分又高，為何這後宮當中全都由着魏夫人一人說了算？其實這並不奇怪，唐夫人當日就不曾受寵過，大王做太子時，後宮素來只倚重一人。是誰啊？是大王長姐嬴夫人。大婚那日，王后理應見過，因大王母